起价，起价拿共心，绝对摕奖金。好，第二组的家庭中价。不管是风中、雨中、空中。脑海中，咱的歌声会留伫你的心中，但是今日的奖金会留伫咱的手中。好，来第三组的来宾家庭，欢迎咱的风家，满面春风来呀起来！好，来第四组的来宾家庭，欢迎咱五家，五家，好你好看，慢慢拍。真好看，真好看。好，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今日啦，咱的4个家庭拢来啊。无错。嘿，不过就干那同啊一个家庭，你为咱的100万决赛啦。哎呦，要安怎啦？嘿，今日4个家庭，相拢真厉害吼。是。哦，啊，不是还好好介绍一下。来。好，来，咱先介绍咱的起价。是咱起价，今仔队长是张文琪，啊，个伊的小弟文婷、地虎啊，啊，个伊的苏梅2号，嘿，啊，顶抓来摕我这3万3，哦。较低调。我想看安怎呢？啊，今日有饱无？绝对有，今仔要摕33万啦。好啦，对啦。好来，啊，第二队的家庭咧，是咱的队长，是咱的詹伟忠，咱的师弟陈依婷，啊，个咱郭丁文，以及红菜裴正。来点抓偌济奖金？是无够因遐济啦，班8尔啦。嘛袂歹啦，袂歹。啊，今日有啊呐，有饱无？有啊，甲趁转来。好来，欢迎第三组的。欢迎咱队长李伟豪，还有台湾罗丽塔，大真爱明庆丽。哦，点抓奖金偌济？刚是2万1000块哦，2万1嘛袂歹2万啊。1嘛真好啊。好来，第四组的家庭。欢迎咱队长丁辉啊，啊个伊太太琪琪琪妈，啊个好朋友吴子啊，嘿。啊，我知啊，是，今日一定看你安就无饱未？我就甲阮丈讲奇怪，咱太呀，啊哪样？啊无安尼好，咱紧诶，咱落会紧倒来困好。你袂使紧呢。不过我甲你讲哦，伫阮遮哦，讲啊我袂赢，通常拢会摕到奖。够赢，伊就想要赢诶，伊就想要赢，伊讲伊就想要100万，伊就爱的啊，就爱钱的啦，就还的啦。不过要摕到100万，爱有过程对哦。啊。哎，嘛介辛苦的去哦。斗过后壁佫爱佫比的，对不对？对。钱哦，你叫我路边跪我都嘛。无唔对，安尼就是友谊的精神啦。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今日吼，抱歉欢迎咱的国文老师陈宏伟陈老师。各位讲台语，欢喜摕奖金。对，大家欢喜来摕奖金哦。今日呢，第一回合斗阵手擂台。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第一回合斗阵手擂台。嘿，来，咱这游戏爱甲大家讲者。是，咱这回吼，每一道拢爱派一个人出来，是啊出来迄个人吼，会使来这比赛，啊为咱的提示来这想答案，是若先想到答案，就紧甲零试落去哦。安那饲咧，就是安尼饲。无错。嘿，但是一题你敢会使回答1摆，你若讲唔对，机会就是别人的啊。第一位西人要上台，来，我上来了。豆豆行，豆豆行，来，请。来第一位，这里哦，加油！吹了！豆豆行，加油！加油！我要加油！哎呦，这里哦，哇，4个字路嘞哦。第一题要来哦，第一题咱有几字？第一题2个字。哦，2个字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第一个提示。哦，吕明清上讨厌的物件。哦，恁上讨厌的哦。来，第二个提示。脚
尻川发炎，吕明天尻川发炎啦，哎呦哪会安尼？好，来第三题是手卖针啊，手卖针哦。尻川发炎，手卖针。第四个题是青春期会惊，青春哦，来哦，琪琪，以新冠来讲，伊是离青春期上晚的。干底层吗？哦，青春期上惊底层。底层，来，底层，确定吼，嘛无法度改。你是我上讨厌的。好，我问老师，老师底层对唔对？唔对。哦，来，唔对哦，其他有机会哦。其他有想法无？哎，我来啊，月经，月经哦，查某人的月事啦。哦，月事啦，月经月事对不？老师？唔对。哎呦，来，哦，来，罗丽达，顶啊！顶啊，顶啊！哦，老师，查成就顶啊，对唔对？还是。等，有第五个提示，你拢无人要看吗？快看，剩一定有机会。第五个提示，无光康踢的，无健康，拍的来，剩一点了。来，知影就刺激呢。条啊。哦，条啊，老师对唔对？对。来分数。今日咱中甲得了3000咯。啊，青春期的惊，主要拢是伫咧面啦，意思讲迄外表看会到的啦。没有，无你卡啊，尻川人看袂到啦。所以遐尻川伫遐。这就是咱制作单位干巧的所在。好，来好，来即马第二题啊哦，第二题过哩。三个字。三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第一个题是。贝多芬。哦，来第二个题是。手真重要。手真重要。啊。第三个题是。听无电话声。哦，来弟弟。问手车。老师对唔对？唔对。哎呀，不要紧，咱继续搁看。对，要有耐心。好，来搁看一下哦。好，来第四个题是。哈？哦，臭羊。哦，臭女郎，他不是听对啊，大听无嘛嘿。哦，老师，臭女郎对唔对？对啊。厉害，再有分数。恭喜 Kika 得到3000咯！来加油哦，搁另外2队。来第三题，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哦。来，咱请出题。第一个题是。查甫人的性感。哎呦，查甫人的性感哦！来，第二个题是。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哦！性感个扑起来。哎呦，对，卖黑白箱哦。这是哦。在讲啦。皮波，皮个波。哎呦，扑起来，皮个波。是。第四个题是。生气，生气。哎呦，伊安怎咧？代表迄个物件真歹吗？哦，来，落嚟啊，水饺，查甫人的性感，阮咧内面会啃水饺啊。所以查甫人会生气啊。哦，哎，想法真好呢，水饺对唔对？唔对。好，上重要来第五个题是。静美流。哦，静美流哦，来。静美流，静美流，静美流是胸口，胸口。胸看对唔对？唔对。哎，有机会哦。好来，生气，生气，对灯啊，对灯啊，散啊，对灯哦，对灯。老师，对灯对唔对？唔对。静美流。来。冒青筋，试看卖，试看卖，有机会。好来，你的答案是会更，会更。老师，会更对唔对？唔对。你这个青筋，也是讲另外一个腔叫青筋吼，这算较俗名啦，就是讲咱一般就所谓讲静脉会筋，迄就是所谓的青筋、青筋。哦，啊，就是不管你是筋肉安尼展现也好，还是受气迄个浮起来也好，吼，这拢是迄个就是2字，就是叫做
青筋，哦，还是青筋，哦，因为这腔口差对。好，谢谢老师。来，咱就把看分数。嘿，看咱的起价3000，咱的中价中价嘛3000啊。嘿，啊，咱的五价咧。啊，即嘛爱心一粒。哎呦，不要紧，咱个拼就有啊。来，红价咧。嘛是爱心哦。哦，等下个你慢慢来爱心。好，来，咱今日来换人。来，第2位啊哦，好来，这题有几个字？哎，报告2个字。 2个字哦。好，来，咱请出第一个提示。团结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啦，哈！来，第2个提示。阿美做的突然。哦，阿美做的哦。哦，嘿，我嘛唔知影。来，第3个提示。我真唔知咧。月头精的啦，月头精的啦，是伊咧整啥？精的啦，精是安尼3位，嘿，2个字的哦。哎，好来伊咧整啥？文婷。马吉，麻糍对唔对？对啊。最厉害啊！赞。好来，分数先。恭喜文琪得到3000啦！好，咱在第2题啊。好啊，好，好来，第2题几个字3个字。 3个字哦。来，咱请出第1个提示。看演唱会穿。看演唱会穿的哦。哦，来第2个提示。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是安怎？无法度控制咧。啥会咧？第3个提示。送礼上好的选择。哎呦，我送礼上好的选择哦。爱情的看演唱会，到啥送礼？来，第4个提示。吸水力足强的我哦。来中的。柳竹啊，哦，但是想要上来上好的身体。嘿啊，为什么？演唱会要穿柳珠啊？你讲有啦，受可能的啊，受可能的啊。哎，嘛受可能啊。是啊，演唱会没法度练啊。对啊，跨年呐，跨年跨过年的时阵啊。行袂出来，你嘛行袂转去。对啊。哦，这个方法袂歹呢。好，柳竹啊，来，老师柳珠啊，对唔对？厉害呢！为什么？你留言啊，来分数。恭喜阿中得到3000哦。好，来第3题啊哦，几个字4个字。 ？4个字哦。来，咱请出第1个提示。请遐讲。请遐讲。什么啊？请遐讲？嘿，第2个提示。乌鸟。哦，乌鸟乌鸟哦。搁请遐讲。是。第3个提示。三滴目屎。沙地目屎。哎呦，这什么话咧？可是乌鸟。哎，袂使一直看后壁。来，第4个提示。文英阿姨。文英阿姨。有一个团对不？嘿，三滴目屎重要啊，三滴目屎足重要。嘿，来，上尾啊一个哦。第5个提示。经典的动画。哦，魏峰。来，放下来。台语哦。动画呢？鞋猫剑客的台语怎么讲？是吗？文英阿姨。文英阿姨你较哦。尊重咧。是不要跟人家。基本上下人。花姐，魏峰啊，你无答案嘛？我无答案。你无答案，我即晚话阿你中啊。敢有答案？有啊，你买吗？我跟你讲哦5000，我跟你讲哦，我无。安尼我就放心啦。阿中，进来。魔法阿嬷。哦。魔法阿嬷，老师对唔对？对啊。来分数。恭喜阿中搁掉3000咯。不要紧，咱搁第3位，一定要派出强的出来哦。强的啦，强的后壁。强的后壁啦。好，强的你后壁，来，今日换咱。啊，第3位啊，会愈来愈强哦。系啊。来，咱第1题有几个字？第一题有3个字。 3个字哦，来，咱请出第1个提示。加2个月食材。加2个食材哦。会用到什么呢加2个用3个3个字呢？哦好，来第2个提示。会当青会当青椒哦。会使青椒哦，来第3个提示。囡仔讨呀。囡仔讨呀。会当青椒甲囡仔哎呦，讨呀。什么物件应该知影哦嘿，来第4个提示。
咖喱饭，咖喱饭一的，定爱有伊咖喱饭有啥物物件咧？三个囡仔讨摇。嘿，来，会当无？我那个第五个，手要准备啊，嘿，手要准备啊。嘿，我要第五个提示哦。这什么？来，哦，来，再咱就先讲，来到咖喱饭后，搞进来。哎，你讲啥？嘿，四、3、2、1，来，来先讲。啊，无啊，无啊，啊，无机会啊， 3个字，三个鸡两个的实在会当饲只嘿，让其他囡仔讨厌。咖喱饭爱有诶。马铃薯，哦，唔系厉害哦。马铃薯，老师丢唔丢？哎呀，不要紧，有人要个试的，无要讲电视。哦哦，来玲玲，玲玲，红菜头。红菜头一个。好，来，老师红菜头对唔对？耶！哎呦哎呦，来分数先，去加到掉3000咯。不要紧，好有啦，来继续哦，还有两题哦。来，咱这题几个字？这题两个字。两个字尔尔哦，爱紧的想哦，用想的哦。好，来，咱请出题，第一个提示，电酷酷，电酷酷啦，吼。第二个提示，碳元素，碳元素。素。碳元素电酷酷，电酷酷。吃了怎样好来，哦，这可是来不要紧，手会疼。火炭，火炭对唔对？唔对。哎呀，有人搁知无？那无要换，哎呦，哦，来玲玲，蒜椒。蒜椒，先问一个啦，嘿本天有生意无啦？应该有啦。大粒啊，细粒啊，手有这粒吗？哎哦，看到啊，看到。原来手已经挂掉啊。对啦，我歹势家夹开哈，看。是蒜椒。对。来分数，恭喜伊讲得了3000咯。上尾一题来啊，把握机会哦。吼，来，咱这题几个字？两个字嘛会使，3个字嘛可以。两个字嘛会当，三个字嘛会当哦。好，来，咱请出题。会西两足。哦一记啊，港口青国俗。沙西米。第三个提示，鸡吗？鸡吗？哎呦，来，斑马线，哎你小等下。迄是你看斑马啊，黑白马无线，无线，无线。咱这个比赛敢会互家庭适合啊？各队拢爱加油，倒一边会摕走较侪分数咧。两个字嘛会当，三个字嘛会当哦。好，来，咱请出题。来，第一个提示，大路。第二个提示，大家拢是特别的，哦，大路，大家拢是特别的，表示啥话咧唔？拿一个哦。哦，唔拿一个哦。好，来第三个提示，鸡吗？鸡吗？鸡吗有特别啦吧三个字拢会当哦。哦，鸡吗？哦，哎呦，来，斑马线，为什么？大路啊，嘿，啊伊足特别的啊，嘿，啊骑马啊，拢黑白讲啊，黑白马啊，哦，白马黑啊。白马啊，哦所以你的答案是，斑马线，来，老师斑马线对唔对？哟，老师牙白啊。哎呦，过来啊，还有提示，提示，过来我看提示到。好，来第四个提示，动物园有诶。嘛，他不会念呐，没他念妹啦，哎呦，有人来改。斑马，是啊，你讲讲斑马真正是斑马啊？是啊，你斑马线甲斑马，你讲三字啊，我想着斑马，啊，毋过你讲三字啊，所以我应该对啊，斑马。无啦，这是斑马的斑马是。哎，你讲斑马，白有啊，看你白有啊，你白有啊。斑马变啦三字，我咱这个甲你比赛敢会互家庭适合啊？足恐怖的呢。哎，你小等下。迄是你看斑马啊，黑白马无线，无线，无线。感谢丁辉哥哥，谢谢。不要紧，不要紧，来，老师斑马对唔对？对。啊，第五个提示是第是什么？五提示，我白马
乌甲白啦，乌甲白嘛，对啊对啊，不要紧，若唔知不要紧，咱拢慢慢啊看。对啦看提示了，再搁讲。啊，伊头仔讲的是什么话？嘿，来来来，嘿，花条。花条马，嘿，斑马，甲乌白你马，拄则家己就讲着乌白马啊。对啊，嘿嘛，是毋是？你讲两字的啊？恭喜咱的中港个得了3车。搁有后一组人，我感觉真奇怪，是毋是这两个风水真好？对啊，诶，安尼要安怎？等下要换一个位无？我是感觉可以啦，小换看卖。好，咱等下换一个位啊，第4位要来啊！嘿好，来，咱今日换人。来，第4位应该拢是上强的啦。是啦。好，来，第一题来啊！几个字？第3个字。 3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来，第一个提示。阿爸会用的，阿爸会用的哦。好，来，第2个提示。皮鞋定扣扣。皮鞋定扣扣。皮鞋定扣扣爱用。什么话咧？好，来，第3个提示。伫门骹口。哦。啊，来，我知啊。诶，画杯啊。 啊，画杯啊，用画杯啊，画杯啊，画爱去用迄机来用。哦，好厉害哦！好，来，老师，画杯啊，对唔对？健卡。共破爱心吗？破。好，来，先奖金。恭喜5家得了3车。哦，开始啊。第2个啊，第2个恭喜要来啊。哦。几个字？3个字。 3个字哦，来，咱请出题。第1个提示。 食了袂肥，食了袂肥哦，这对咱查某囡仔真好哦。对啊。好，来第2个提示。配菜头食。啊？食了袂肥，搁配菜头食。表示伊是假的物件，什么物件会使加菜头咧？好，来第3个提示，有人知无？港口青国上。乌鱼子啊！乌鱼子。哦，贵嫂嫂，你是倒位看到是乌鱼子？伊就配菜头。配菜头。伊若虾骨加菜头加令果，令果都准。哦。对，啊，因为伊港口嘛，贵啊。啊，食因为伊毋是迄个面汤的物件，所以会咸啦，会水肿啦，啊，毋过伊讲会肥的无共款。好，来，老师乌鱼子对唔对？唔对。来哦，过来。有人要试无？有人要试无？那无我继续提示哦。提示啊，不要紧。好，来第4个提示。 问导赢家哦，沙西米哦，老师，沙西米对不对？对。来，分手签，恭喜洪家得了3千哦！好，来哟，第3题哦，来几个字？3个字、4个字拢可以。3个字、4个字拢可以哦。好，来，咱请出题，第1个提示。 会生卵，会生卵，什么话会生卵嘞？诶，好，第2个提示，伊是一丁的动物，一丁的动物看到会是一丁生的卵哦。嗯，好，来第3个提示，电火条啊顶面开讲，电火条啊顶面开讲。呢？嘿，来2字还是3字拢会当？3字还是4字拢会当？影啊。影啊影。2个字，爱3个字啊4个字哦。嘿，来哦，要5是3哦。4、3、小影。 小影。小影，好来。哦，来，老师小影对不对？唔对。哎呀，一点够有机会。够人要用。来哦，来，文记。电火条啊顶面开讲。 我昨可能去会惊到。哎呦，真的我无甲你骗，伊即摆甲求阮兜应该是神堂啊。电火条顶悬的神堂啊，伊个壁虎敢是？哦，神堂啊，神堂啊，试看卖哦。哦，老师，神堂啊对唔对？唔对。你真正甲我惊到啊！你嘛甲我惊到啊？电火条顶悬无神堂啊？伊毋是有做白？对，但是无咧电火条顶悬，伊大部分拢壁角啊，你这是壁角较济啊。哎呦，无人要讲，不要无人要哦，我来提示哦。来哦，先看。来，第4个提示。周杰伦。哦哟，周杰伦哦，要过来啊哦。过来哦。好，第5个提示。 食米搁食糖，伊食米搁食哎，就是糖。一只。哦，没经历的，剩2位。想到这饲你都
哦，是是是我买。迄就是叽叽喳喳的，伫电话头啊，叽叽喳喳的麻将，不是啊，八笑麻球胶啊，哦，啊，麻雀胶啊，老师对唔对？老师卖啊那种，你袂使，你会记我过啊？来，这位红平静，对啦，你电话条点名一排，来，阿静啊，麻雀啊，麻雀啊， 3圈1点对。你是不是就想要来蒙一个？麻雀有可能哦，麻雀啊，有可能哦。确定哦，我来哦。好了，确定啊。老师，赶快麻雀啊！麻雀啊。 3圈1，3圈1。来，老师，咱请解说哦，一咱拢下。敢若会晓拍麻将的吼，咱这叫做触角鸟啦，是讲叫做食迄切啊，所以讲叫做切椒啊，安尼啦。切椒啊触角鸟的，搁加一个啊，触角鸟啊，还是切椒啊，安尼切啦。椒啊，对，你钓2厘椒啊。来，谢谢老师。哦，来，上尾要一组啊，咱就要看全部的分数是吼。来，先看咱的起价，起价今晚12000，嘿啊，咱的中价咧，今晚是12000，还有咱的五价， 3000块，哦，啊，咱的风价， 3000块，哦，嘛是真好哦。好，今日的第2位啊，阮到第1名。阮到第1名。三振他，三振他。哎，我第一下看这侪人，你中安尼跳舞，对啊不哩好笑咧。多水的你唔知？群体有没有？系啊。后来友谊的规则，大是家讲一个。咱这回合吼，拢是全部的人拢爱上台，吼啊，咱这摆咧拢总有6条的题目，每一个题目 A、B、C 3个选项，吼，咱你只要选到就会使留落来，选唔到就淘汰，所以看上尾写倒一堆留上一人，迄队就要得到这回合的全部奖金3万块。3万块哦，哦，来，咱就跟咱三个站名，就是 A、B、C 哦。好，会记你风险一定爱分开哦。分开哦。好，来，我要出题啊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语有真侪他理的用法，倒一个无假戆的意思咧 ？A. 激皮皮 ，B. 激推推 ，C. 激酷酷。哦，好来，咱请选择。台语有真侪他理的用法，倒一个无假戆的意思咧。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语有真侪他理的用法，倒一个无假戆的意思咧 ？A. 激皮皮 ，B. 激推推 ，C. 激酷酷。哦，好来，咱请选择。激酷酷，激皮皮，激来哦，紧的哦，参详一下哦。我袂当来有较贵对吧？来，好来哦，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哦，把风险分开，好来，耶，来，请位，来选哦，好来，已经停啊哦，停啊，袂使个行，袂使行，袂使行。来，停。哎，来，来，选咱的激皮皮，激皮皮上侪人，上侪人，啥啦是激皮皮？哎，推推甲酷酷就是好呆，皮皮就是像我这种的，足皮的，所以内底甲戆无关系，就是皮尔。推推甲酷酷拢有戆的意思。激就是食，就是假鬼假怪，这是咱五界讲法，哦，咱五界啥呢？来，我看中界，你啥啦感觉是激皮皮？
阮定定讲一个人，你这个人莫叫佢皮皮好无？迄种感觉就安尼很敢若皮皮迄种，就是痞子迄种感觉嘛。啊，毋是有一首歌叫食好肥肥，结好推推，对无？结公公迄种感觉，对啊。所以阮现在总无分散风险，都是全部拢占 A。休困，大家做伙休困。算你啊，定就对啊啦。就笃定。好，来，我来问你，感觉你知影，你捌听过？无啊，假皮皮毋是，就是讲一个人，敢若足油的安尼，你假皮皮啊，假sen安尼，假推甲好，毋是就是，你莫甲我假好，好呆迄种啊。哦，敢若道理哦。好，来，是安那恁两个是妹夫啊？吼。对。是嘛？我想讲你介绍了，我会当过去无？袂使。袂使。时间到。我想讲，你是因为妹夫，还是讲你感觉你就是买保险？嘿，买保险。我是想讲，我这是重感啊，较前沿啊，你无。机会啦，又垮掉啦。因为我第一真正是无练凳，所以我唔知啥物是假讲，所以就较慢安尼，较慢。所以讲你是叫 Coco， 因为我想讲推到 Coco 应该拢是老些艺术啦，但是我想讲 Coco 我无确定，我有风险嘛分散一下，你知道吗？是。那有可能全军覆没呢？就是你一个人3万现体，系啊，有可能啊，对吧？老师，安尼死我分你15000来，来老师。老师好不？你咧画价啊？喂，去购买嘛？袂使，不要紧，来。真正有影吼，这就是应该互念过的人，才会知影讲这什么意思。有影。好，来，正确的答案是。再会啦！哎呦，安尼咱两位都，爱请方伟甲明理先等去坐。咱先休困一下。哎，歹势。哈，咱先休困一下。请坐。一个 Coco， 一个推对吧？对啦。你这拢皮皮的啊？皮就是安怎，甲厚面皮啦，皮的厚面皮意思安尼，这个。拄则迄个顶位讲的无唔对啦，不管是叫做推，不管是叫做Coco，伊有共通的意思，就是戆的意思啦。嘿，所以这个所谓的假戆，就是敢若皮无假戆的意思。嘿，不过Coco嘛有另外意思哦，Coco除了是讲，叫Coco有这个假戆这个叫做地青，地青这种意思，也是无要伊的意思嘛有啦。不过伊嘛有迄个就是艺术工的意思安尼，好，以上，来，放轻松，第二题来哦，好，来，小伟，咱请出题。请问买个时阵爱食挂包，伊个号做好家己，你敢知影伊咧内底吼受食这物件有啥物意义咧 ？A 就是会使甲迄个小人吼拢赶走。B 就是员工会使做好久久长长，C 就是祈求新的一年福气满。哦，来，到底是福气满，还是久久长长，还是甲员工赶走咧？嘿，来哦，咱请选择，来，进来哦，加油哦，小姐。对啊，来哦，进来哦，加油！到底是 A 呀、B 呀、C 呀？哇，来好来，来哦，算好哦，时间到，5、4、3、2、1，然后袂使换，调，袂使换，停。是，来。咱天武，你感觉你算的是 A 哦？你算的是 A 哦？甲小林赶走。我感觉好，迄家抵抗就是要甲对方加死，就是有一种甲小林加好死、甲赶走的感觉。哎呦，D 代表小林的对啊。是，对，我是用安尼去判断的。但是阮囝是秀 DNA。不，伊讲的是迄属虎啦。家庭唔通适合，歹势，家庭唔通适合。这是专家有智慧。对，是，所以讲你讲小林甲赶走啦。小林赶走。来，
那小林呢？来，小林你哪？不，我是只我好少爷。朋友啦。谁哪个小林赶走你？是只有我卡牌，我要吃死，我来家己 A 啦，A 啦，我其实我是感觉是 C 啦。你干嘛？那起来食？对，因为我就连调的嘛，唔知啊。啊，不过我弟啊，有讲冇可能是 A。哦，对啊。这边是甲风险分贵吗？分贵。哦，所以讲你会感觉久久长长嘛是好听话啦。是因为买的就是爱拢讲好听话。是。啊，你若是好，头家若是好一只，啊，员工唔袂使讲员工是低，就是可爱乖乖的安尼。甲老的甲调的。所以古古等等安尼。嘿，无唔对，啊那咱爱吼，拄啊，咱来。我是想讲吼，因为好家己是一个胖也足侪物件的嘛，物件就当做是员工，家己内底，可以黏条条，伊的家私，可以黏条条，黏条条，看起来就对啊啦，哦，安尼咱而家再做甲久久长长啦，哦，安尼简单嘛，袂歹。两条命无啊，春丽甲罗丽塔呢，加油咱来加油呢，好啦，好来，哎呦，我刚刚要死咧倒，死咧家，死你家，你就死伫家，你就死你家，你无你先倒咧好啊。爸，我即马感觉你真够幼稚咧。嘿啊，我对阿嬷大汉的呢。哦，阿嬷捌甲你讲过，好家己无，因为吗？这种吼，台语的这种俗语吼，啊，甲一寡有意义的话吼，爱去听伊的音。伊个字的音吼，会有含迄个伊的其他的意思。是，所以比如讲，咱这个好甲福是共音，啊滴就甜甜甜，这个好加甜就你的福甜甜。恁母阿妈咧讲咧，有影呢？妈咧感觉你伫遐点头，是，那用掉是要哪？咱的中的，你嘛感觉是迄落福气满，就亲切讲安尼。对，因为咱一开始咧想讲，较无可能是 B 的原因是买嘅其实无讲一定是员工啦。咱厝内底嘛，厝内底妈妈嘛准备挂包，都叫阮等来食饭，来食挂包。嘛要互恁福气就对啦。啦。就是嘛是感觉讲有一种追求福气的感觉，因为D 嘛是。嘛算是福气啦，所以甲迄啲家咧。俗语的感觉就是够家，迄好家己。好家己啊，唔是够家己。好家己就是够啦，福气满。来，够家己啦。起码哦，咱就全啊靠伊尔。啊，靠伊啊。放假可能哦，辛苦你啊，免紧张。你感觉？我感觉是 C 啦，你的感觉是？对啊，因为阮兜咧食挂包的时阵，是大人都会讲，来要食挂包食福气安尼。我就想讲，伊安尼讲应该就是，伊都不爱相信，不爱相信我，伊讲唔是啊，我相信我。我就给咱哦，咱这个吼100万提走了，唔是朋友无做伙啦吼，跟家庭契合啦，拢无夫妻离婚啦。来，咱今晚来看一了，好，正确的答案是。恭喜！来，麻烦无吊车回坐啊。A 甲 B 的人，嘿，琪啊，哎呀，车回坐。靠阿辉啊吼啊，逐摆拢抢我的生理安尼。讲了，无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吼，以后会当加一条，就是所谓D 甲甜这个音，确实啦，会当安尼联想。啊，毋过人原本无安尼讲啦，人原本是讲猪肉的猪啦。啊，毋过拄仔好迄个好是甲福无毋对有共音啦吼。啊，就讲福加咧安尼啦，福加咧，福加咧，安尼迄个开音啦，嘿啊。啊，佮另外一种讲法是讲啊，过去有啥物一年有无顺序的物件，拢甲等入去，互好食去，互伊食了了咧，歹的拢互食了了，嘛有人是安尼讲啦。嘿，啊，毋过即个好甲福，确实吼，这是谐音的即个好听话吼，好格调的话，确实是安尼，好家己的好甲加咧安尼吼。好，以上，咱即摆现主是看到咱放假剩一位，好，咱五甲有3位，咱中甲2位，咱的气甲1位，加油哦！后手阁有4题哦，好，来，咱请出题。
请问，伫咧路的定定看到迄个修理沙桶、修理玻璃发财啊车伫驶来驶去，啊，你知影发财啊车这个名是安怎好做这个名咧？是安怎来的 ？A 是车商号的 ，B 是生理人吼咧讲笑亏号的 ，C 是以前吼拢摕来咧送黄金发财啦。哦，来哦 ，A、B、C 哦，来请选择哦，来，记咧。车商啦，生理人啦，还是载黄金的啦。来哦，3班哦，加油哦！足可怜的，洛丽塔无人改。对啊，洛丽塔你用偷听的啊，用偷听的。5、4、3、2、1，来，咱请选择。好，袂使你拿停。停，好来。洛丽塔，你到底要徛倒位？你徛倒啦！我来收啦。我你即摆是你 A 这边哦。来，来，我问婷的。依婷，你感觉是 A 车商号的？系啊，因为发财啊车拢较大台，啊因为迄车商号就是要去因迄寡做生理的生理人来买即台较大台的有无？因为大台载较侪物件，嘿，啊，佫会使甲即个钱财载入来，啊，所以叫做发财啊车。哎，嘛有道理咧。嘿，啊，你是你笑啥？我感觉是 B。我跳来就会甲因骗的，因为即摆感觉我足牛的，我超工超乖。其实我感觉是 B， 我叫两个老你晓无？你听讲讲怪就对啦。够歹心咩？歹心无落多。嘿，不过无定就是迄落车商号的。来，洛丽塔来。我嘛是有的，然后我就想讲。车较大台，可能物件较侪，敢若生理就好诶。哦，对啊，发财，生理就好诶。啊，你感觉？我感觉是 B， 我袂听，我惊晒。我知影你该袂哈。我知影你从来无听过啦。是，你嘛感觉讲就是人生理人，你讲生笑的。因为啊，我若看到发财车来，毋是载肉丸啦，或者载乌链啦，载啥拢载物件来发财啦，系啊，啊是要来发财啊，要趁钱趁钱啊，斗进嘛安尼啊，好，来，阿中来向前一步，无翕袂到，来。我多刚刚金妈讲的对，因为咱这么看迄种发财车拢是在人平常时生理的物件，所以讲啊做生理的人就想要发财。虽然迄个车可能无一个。伊就叫货车，但是伊可能就家己号一个名，最后讲生就要发财，会发财安尼。是嘛？诶，听起来嘛好。这拢是生理人的愿望啦。对。来啊哦，3万块哦。A 啦。嘿，来咱正确的答案是。卖小吧，请等你坐。好，来，毕业咱先要困一下。请要困。好，这是迄个本来咧做奥多拜的这个三洋这间吼，做奥多拜了后，就想讲要做别项啊，结果就找这个这个放大吼，做伙来研发讲看是毋是较适合台湾人的迄个较细台的货车、甲细台轿车。哦，伊当阵就。伫世代货车遮，因就想讲要载货要发财嘛，所以就号一个发财啊这种名。嘿，载人的就讲爱富贵啊，所以就号一个富贵的这个名，就载人的富贵，载货就是发财。嘿，所以这是车商号的啦。是，以上。因为即摆你甲看，中价一位啦，吼，来中价一位啦。即嘛放假一位啦，结果咱起价无啊，对啊，哦，头前赢唔是赢哦，嘿，3个人的机会拢有哦，咱后手阁有3题哦，3题哦，不要紧，好来，尽量哦，变家己的想，我看你要阁害杀人，我要听你的，好来，小伟，咱请出题。请问，咱台湾吼嘛，互人号做福尔摩沙。你敢知影倒一个所在古早地名嘛是咧讲台湾的 ？A. 八洲 B. 高山 C. 文龙。这题拼输赢，倒一队会当赢咧？
酒，B 高刷，C 文龙。来，请选择 A B C A B C。讲什么生笑？讲什么生笑？只我就知我随在你。咱讲算一个好不好？啊，三万咱讲算一个。啊，我真正唔知啊。我有恁先算啦，恁先算真正。你先算，你先算。你有人要讲我？我第二啊，你听到未啊？来啊，哥，4、3、2、1，正中间。北在你哪？啊，你 A B C 啊，A B C 拢有人来。安尼嘛好，安尼嘛是算讲红遐蒙对啊。对啦，是。我就惊他多定位啊，讲无咱3个时人选一种啊，3万，讲一人1万。是，安尼较紧啊。对啦，无唔对啦，这题可能是大家较唔知影。对。不过咱凭感觉嘛，吼，你选的是吼八酒，是因为酒就是感觉，因为咱的台湾细细的啊，一个岛嘛，感觉就是一个岛，就是跟边仔的所在，哦，亲像泸州安尼。诶，嘛是有道理呢。有道理哦。伊用咧想的去想。对。哦，对，好，来，洛丽塔，自头到尾应该拢唔知影家己。你睇我咧播音啥物？你狂灯会想讲伊咧去倒位啊？啊，伊讲一人会选一个啦，啊，我剩一个会当选，啊，但是我是想讲高山，可能台湾足侪山的，哎呦，台湾足侪山的，看可能就想讲啊，这个所在足侪山的啊，高山。佫有关山，佫有沙坡，哎呦，诶，嘛是拢有跟咱地理有关系哦。伊会有地理，你会嘛有地理。是，好来。我看阮文龙啊，大林，我跟你讲啊，食食磨不食，磨食磨不食，食食不可磨，不能磨啊。哎，八酒啊，感觉咱这就是一个海岛啊，是，所以敢若是一个酒嘛。嘿啊，啊，咱这山嘛真济嘛，这两个咧共骗的。哦，真正的就是讲，咱台湾是一个有文化、足侪读册的人，所以这足侪文龙啊。哎呀！好，来，咱即嘛八酒、高山甲咱的文龙拢有啊。正确的答案是 B。结果这是迄个啦，对迄个日语的音吼转的啦，啊，就是卡卡沙古啊，伊迄个要用。咱高雄叫打狗对无？啊，高雄叫啥物叫打狗？是迄个平埔族的音嘛，就是塔卡奥这个音啊，日本人写高山安尼啦，啊，就讲伊就是对这个汉字吼，高山塔卡沙古吼，啊，就是要放迄个音啊，落尾变做缩短，变做塔卡奥安尼吼，啊，迄个所以这个名其实就是本来咧讲高雄遐，啊，就是以早用这个，譬如讲台湾安平，以早叫台湾吼，啊，像这塔卡奥啊叫做。讲用卡卡叫台湾的意思，就讲因为当初来拢敢若来一个小所在尔，落尾才倒去无共所在，所以就是落尾嘛有用这个高山这个词来讲，譬如讲高山郡，就是日本人找台湾原住民，也是无一定原住民的人吼去做兵，就变高山郡，所以讲高山就变做用做代表，敢若嘛是算台湾一个代称安尼啦。谢谢老师，有嘛？你有对啊？厉害！所以讲，咱今晚来看分数，咱放解分数，我这今晚佮加3万可以咯，拢总33000。好，咱今晚进来去一片8000斤。嘿，一片8000斤。动脑抽奖金。奖金偌济？今晚奖金有33000哦。那33000就是33秒。是的。哎呦，够送。嘿，咱节目会够送30秒，变63秒。这个回合有3题哦。3题尔。嘿，咱今晚用话哦。嘿，用话。哦，咱的话手啊真强呢。加油，家己。是。爱紧要，啊看伊为什么想着紧讲。嘿，你讲正确，一直爱试。嘿，试讲。哎，上个就会停，讲着正确就停啊。好，来。恁两个拍拼讲吼。3题了，第一题哦，几个字？嘿嘿，2个字。2个字，第一题2个字哦，即马有63秒哦。来，咱请开始。来开始。
第二个。啊，是魂，不是，水母，我这个。来赢。哦，水母，安尼看就知影是。系啊，伊为了足成的。为了足赞的。袂歹哦，第二题来哦。好，第二题四个字啊。四个字，较简单的。哎，起码57秒哦。好，来，咱请开始。哦，一个人，一个人四秒。来，接下。哎，四个字哦，四个字哦。为了足成的，为了足成的。四个字，加油加油！四个字什么话？迄是啥物树啊吗？刚是树啊。哦，哎呦，就啊！新年快乐！定位，记得。四个字。哦，接下。两新年快乐！真行，记得加油！过年啊，哦，小弟啊是迄个，下骹是水，嘿，人的水，这外国的，外国的。迄啥物？摕一个，外国的，哎呦，没有。美国的，雷神。美国对调，不是，美国自由旅行，金卡。我无啊。哇，伟大呢！世人上会晓话就是你行入来。伊上后话就去趴会啦。对，我讲足好的啦。真好啦，有啦。真厉害。这摆看者秒数偌济？无啊啦。啊，赢完啦！哎呀，35000啦。来。哎，不过恭喜哦，恁会当来阮的迄落啊。对啊，搁后一阶段啊。后一阶段啊。嘿啦。好，赶快无奖金，咱嘛是爱来去。嘿，颁奖！来，上奖杯啊！奖杯啊！恭喜哦！准备要抽100万啊！对，100万，即摆你的感情啊啦吼。好，今日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感谢陈宏伟陈老师辛苦了。再见，有地位。讲台语提100万，祝你大家拢欢喜。再会。感谢，谢谢，中正每个看得起吗？嘿，谢谢一婷，谢谢静涵，感谢大董啊，谢谢。